大家好，我係 Elise， 我喺澳洲雪梨，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AFC Hikari 呢個產品對我青光眼嘅幫助嘅。咁喺10年前啦，2015年咧我就被診斷有青光眼，當時我嘅眼壓咧就去到23、24，就正常應該要喺20樓下嘅。咁我嘅右眼咧就比較嚴重，因為有一部分嘅神經線咧已經係受損㗎啦，亦都有一啲嘅微絲血管咧見到亦都有爆裂啊咁樣樣。咁所以有時我掂下我自己右眼咧都會感覺到有啲痛嘅。咁除此之外，我亦都有乾眼症，係需要經常用人造淚水咧去保持眼睛嘅濕潤嘅。咁喺過去嗰10年期間咧，我個眼科醫生咧就好努力咁樣，就想幫我將嗰個眼壓咧就降到去最好就係13、14咁樣樣。咁我哋試過咧係好多種唔同嘅眼藥水，亦都係試埋呢一個激光手術。咁奈何就係我個眼壓咧，絕大部分嘅時間我都係企喺18、19至到22、23啊咁樣，咁就唔係幾理想嘅。至到去2024年嘅5月啦。喺嗰次嘅例行檢查裏邊，除咗發現我個眼壓都仲係企喺20以上之外咧，當日做嘅周邊視力測試就見到我個右眼嘅左下角咧有一部分嘅視力咧係喪失咗嘅。咁我眼科醫生就有啲擔心嚇，因為其實過去嗰10年咧要做嘅嘢咧都已經做晒㗎啦。咁所以佢就建議咧，或者1年之後咧我就需要去做一個眼科手術嘅。好啦，咁我跟住亦都繼續滴佢嘅藥水啦。去到12月咧，我就翻香港。咁喺機緣巧合底下就見到 AFC 呢個產品，咁就 Hikari 咧就特別吸引我，因為佢所提到嘅眼睛問題就正正我面對嘅問題啊嘛。咁就喺10月31號咧，我就開始食呢個Hikari 嘅，每一日我就食2包。咁我記得我食咗1個禮拜之後咧，有一日我突然間察覺咧就係，咦，我呢2日好似冇用到人造淚水喎，我對眼佢真係冇咁乾啊咁樣。再過多1個禮拜咧，我就喺即係唔覺意底下我就擦到我自己嘅眼睛，咁就突然間覺得，咦，係我眼唔痛嘅，咁我個右眼撳落去唔再痛喎咁樣。咁後嚟我就翻咗嚟澳洲啦，咁就1月20號咧就再去見我眼科醫生做翻同樣嘅檢查。當時結果出嚟就係咩咧？就係首先我嘅左眼咧嘅眼壓咧就跌到去16，而右眼咧就去到14。咁我可以同大家講咧，過去嗰10年裏邊咧，我個眼壓從來係未試過咁低嘅。咁當日亦都做多一次周邊視力測試，而出嚟嘅結果咧，個醫生咧就話 ：Wow, that's really good 咁樣。咁我除咗喪失視力嗰個部分咧翻嚟啦之外咧，就係其他嘅地方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咁第3咧就係嗰個微絲血管咧，當日咧亦都見唔到有爆裂嘅。咁我亦都叫我醫生幫我特別 check 下我個乾眼症啦。咁佢睇完之後，佢就係喎，你個眼真係冇以前咁乾喎，咁樣樣。係啦，呢個就係我嘅見證啦。咁喺短短3個禮拜之內，Hikari 可以俾到我嗰個功效咧，我真係覺得實在不可思議啊！咁呢個產品係非常之厲害啊！多謝大家。